来看台南安平文化基金会甲在地歌戏团合作，今日社区甲时代唱歌戏，佮有基本的脚步手路，老大人哦是拢学甲真有班。另外，昆山科技大学老师嘛甲社区合作，带一伙人算台语文的桌仔算，做回来急头脑。 家长人穿戏服，拿唱歌戏，拿比手势，无讲俩准时，戏班的来表演。不过其实这是台南石门社区的时代，展现因所学的18般武艺。为了要推广传统文化，安平文化基金会参在地歌戏剧团合作，行入社区，甲时代唱歌戏调，兼甲脚步手路。歌戏剧团局长指出，歌戏要唱会水，关键是看韵。这个时代面热练习，佮愈学愈深熟。 大马调我唱了真趣味，啊，足好听。看老师学落加减啊，都即个要哪看要哪去迄，都有差啦。啊，少年人吼，因为你现代的物件太济啊，伊传统的物件较无爱人较无爱接触。阮咧推广歌戏啊，阮个拢会去学校啦，啊去社区啦，啊希望讲吼，甲这歌戏这水的物件吼，大家知影。另外，共款用母语来演员时代识字老化，救明亮丽长照起点。昆山科大老师研发一套台语文字的桌仔仪，这条纸唔单单是文宣，下面佮印台文字。时代在思考要安怎甲这四个共款的字放到同一边。甘肃赵讲师讲，因咧后的过程，那动手动脑，佮会使学台文字。来遮用头壳啦，啊做这袂歹啦。手伫拗的过程吼，互伊的镜头啊，买当来活动，吼啊，包括伊的头壳嘛爱叮当，所以吼，这有训练伊的逻辑思考。全台市地人口高达超过30万人。甘肃就指出，65岁以上的时代，平均13个就一个识字。社区规划多元的课程，除了互时代有技能活化读壳，嘛传统本土的母语文化。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。